好，分享转到现场，今日手机本太界咧，就系台北清水节咯。呀，清水节咧发通咧，今年的主题就系大水怪。不过除咗大水怪以外咧，刚才牛专业后没有讲到，动动无像用太朋友、小朋友就做得嚟老了嘅咧发通就错嘅。像日后做得看到嘅7月19號吼，除咗剛才有講嘅燃油費啊吼，呀燃油費有動動無像用嘅賺嘅啊吼，不過佢嘅所得就係。點本呀關愛之家，剛才有太有講一下吼，關愛之家吼，係用嘅單位咯，就係艾滋病寶寶嘅單位係嘛？它是照顧艾滋病患的一個單位，那我們的錢捐給他，希望他能夠那個病得到我們的捐助，然後也希望幫助他們得到多嘅就係幫助就錯嘅。是的。唔過除咗也以外咧，每周的小朋友看到嘅又係劇團嘅表演係嘛？這個要提一下，這個是趙自強所領導的如果兒童劇團，該阿曼侯款，該誰您能款的話，摸熊會折啊。好，那你平常到外面去看劇團的表演，又不方便，好，乾脆就7月19號，家長帶着小朋友來這邊。因為唔是錢呢，就門票底度，就包含啲底度就錯嘅。是的。唔過也係唔係有時間，就係搶係19號廿二張油嘅。對，在7月19號那一天，我們。強下啲呀係強用係啲家下嘅共創就錯嘅。對，會在這個我們裡面會擇一個適當的大設舞台，讓他們表演這樣。啊，大家就做得戲多嘅片，就請 V 手，較早戲就有較好嘅 V 手就錯嘅。是的，早點找站位，謝謝。除咗也以外咧，8月份嘅時間咪有年出名嘅發通，就會就從家下去年嘅相片強用，就有年出名做得來土定大家來跳舞啊，從嗰位本大家談係冇？是的，帶動唱跳，打擊樂的演奏，然後跟現場的民眾來互動。是的。不過除咗也以外，嗬，還有8月會大嘅嗬，8月23號嘅時間有一個阿卡貝拉呢。對，那因為這個阿卡貝拉本身呢，它是一種沒有音樂、沒有樂器伴奏的，就用人聲來表演。那所以說呢，我們請到的是台北室內歌手，其實去年金曲獎的最佳歌唱組合，它的那個團體歐開合唱團，它就是一個阿卡貝拉式的演奏方式，這樣子。嗰時候就會有安尼表，嗰時候也表演，也強用係下注係冇？這個我們的表演可能是傍晚的時候，傍晚的時候，對，它有氣氛啊，係冇？有氣氛，而且讓大家聽到這個類似像天籟的聲音，在古蹟的前面聽到天籟的聲音。嗰時候安尼講來吼，真正係許多也之類隨延期吼，係對早晨到暗吼。暗係8點過門啦，吼，也暗長嘅時間做清就做得去底度，對，沒錯，底度來老了，啊，唔講唔想嘅出來吼買東西食啦嘛噶，其實就係蓋一個戳章就做得出來吼。可以，我們都有設想到，所以說你蓋一個戳章到外面，好，那個一些便利商店等等哈，然後再回去。那其實我們裡面呢也有一個餐飲的攤位，那你可以在裡面做消費。其實咩有燃油費咩？吼，燃油費咩做得去買下。園遊會的時候做公益啊，吼。沒錯，那有更多的東西，更多的選擇，而且還有二手物品的義賣，那其實大家都可以有很多選擇。哇，真勁呢！也唔但請吼喺台北市啊、北部嘅人做得嚟老了吼，其實喺中南部嘅咩做得爽來呢，因為啊幾年就底度就好嘅咩。非常歡迎，非常歡迎，對。係啊，唔會知道吼，係啊，班人聽啊，後來看下老了以下後咩清好搞啦吼。我除咗也發通以外咧，其實吼啲8月大嘅時間，因為也就發通喺啲8月大咩吼，6月28號就係送禮拜開始，到8月大嘅時間後有動無強用嘅發通，將呀8月30號嘅時間後閉幕式係唔係沒有喊卡貼片嘅發通？是的，那我們因為8月底的時候，整個活動到了尾聲了，對不對？那而且呢，在8月底的時候呢，我們邀請了台北市內婦女合唱團。那其實剛才我們忘了提到了，就是我們8月的第4個禮拜天，教育部規定了阿公阿婆節，就是祖父母日。那所以說，我們剛才23號，還有以及這個30號的這個活動呢，其實我們就等於說也算是慶祝這個祖父母節哈，阿公阿婆節。嗰時就係家下講嘅，就係呀阿卡貝拉嘅年就係8月23號嘅時間，就係阿卡貝拉，其實咩慶祝啊，嗬，來鄉下來老了一下就係慶祝呀阿公阿婆節。是的，呀阿公阿婆節就係8月23號，嗬。你是10號，8月的第4個星期日。星期日啊，對。哦，嗰時來大家講一下嗬，呀阿公阿婆節嗬，係上個傳達物間咯。
迄希望哎呀，迄几个孙女啊、孙女啊，做得表达这个爱系嘛。对，那因为像我们的这个父亲节、母亲节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阿公阿婆他其实是我们的更重要的长辈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教育部，我想他当初定阿公阿婆节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，我想没有错。因为呀，他真正有懂得的小朋友吼，小朋友因为给爸爸妈妈就会做些懂某行，其实就会阿公阿婆투胎的，是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可能有懂得，遇到之类是延期的人吼，就会看到懂得的吼，因为呀，他懂得的阿公阿婆真孝顺呢，真孝顺就做阿公阿婆的，故说有懂得的。阿公阿婆节吼，看到同乡上，不过其实作为阿公阿婆的，就做在啲8月23号的时节吼，乡下来到此类是延期来做来庆祝嘅法通就出嘅，或者来弹一下阿卡贝拉吼。第30号的时节，咩有一个妇女合唱团，咩唱歌嘅本太家弹，系冇？而且我们在8月30号的时候，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所以我们会一些就魔术也系冇怀旧，又学怀旧的曲目，然后呢，在晚上，然后搭配灯光，搭配它的回音效果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室内妇女合唱团也是在做这次来自公益演出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沉淀心情。那因为小朋友9月要开学了，没错没错。还有就係咩有共用還係會有園遊費就出嘅。那我们那天举办第3场的園遊會的義賣，那這個義賣的所得呢，我們是鋪陳啊，我們在耶誕節的時候，我們去針對那些弱勢家庭、低收入戶的小朋友，我們提供他一個圓夢的計劃，我們讓他也能夠高高興興的去過這個聖誕節。好，那我們在去年就跟萬華的兒福中心在合作，那今年的話，我們就也正在規劃，那我們也希望這個各位這個遊客能夠踴躍的參與我們這樣。嗰個像前幾年吼有幫佢圓夢嘅，有幫佢理嘅冇？有什麼案例嗎？啊，像我們去年的話，我們就邀請這個兒福推薦的低收入戶困苦的家庭的小朋友，我們到圓山去請他們吃大餐，啊，讓他們覺得然後呢還送。可能係動到小朋友一啲細細夢想。對，一個夢想讓他達成，而且送他們禮物。那因為他們送他們耶誕禮物，那這小朋友都玩得很高興，這樣子。嗰時呀，園遊會總共有3場，就對，一場已經提嚟啦，就係6月28號嘅時間。還一場呢就係7月19號，還有清明一場就係8月30號，是的，總共有3場。不過呀3場吼呀，就係公益的一類園遊費，佢嘅所得做清存來嘅錢吼，扣掉可能成本啦吼，就做清就會給某共用嘅單位。像呀30號嘅就係耶誕圓夢。是的，是的。真正有懂得做得上有懂得你做得受惠啦。受惠，對，我們希望有都有不同的用途，我們義賣所得都全數的捐出去。那附帶提的話，它是我們這3場義賣都是由愛水人協會，那愛水人協會呢所主辦的。嗰所亞種法通吼，除咗呀3場吼，係園遊費，係搶係有呀某共用時間吼，某連賽，其實呀大禮拜6、大禮拜日係有主題嘅法通係冇。我們禮拜6都是搭配，就是因為像7月19號如果兒童劇團哈，然後呢還有這個6月28號開幕的，還有8月30號，那麼我們搭配這個活動去辦園遊會，那也希望能夠帶動人潮，讓這個園遊會呢這個義賣所得呢能夠增加，然後做更好很好的運用。除咗也有東西以外咧，其實咩有動到禮拜6日張有嘅東西哦，就有給路一年啊，哈，給路一年，還有編魔術啊，哈，還有小朋友親好嘅就係。氣球係冇？是的，那個我們在每個禮拜6都會邀請街頭藝人，大家曉得街頭藝人都是台北市，那麼這個會經過，還有發證照，對，經過文化局考驗合格之後才會有證照。我們會邀請他們來一些雜耍，那或者說變魔術，那或者折氣球現場送給小朋友，然後大家看得很高興的話，別忘了打賞來鼓勵他們。係真勁，因為佢哋咩係咧出勞力吼，還有出佢哋咩有證照嘅吼，就做啲老家條講一下安知識啊，吼，做啲本家條啲鼓勵啦。除咗呀以外咧，其實後面還有暑期嘅時節吼，暑假嘅時節有當到學生嘅咩，就會有環境教育嘅營區係冇養區啊。是的，那我們這邊要特別提一下，我們自來水
园区里面呢，我们有建设一个环境教育的中心。这环境教育的中心呢，我们是在101年经过环境保护署所认证的，所以说我们是第一个在都会区里面的环教中心。那我们的环教中心呢，我们会办了很多的活动。当然，在我们的这个暑假，今年暑假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，针对不同的年龄层，像水族机的探索营呢，就是针对3年级到6年级的国小学童；那像我们的科学营呢，就针对国中的学童；像我们的水岸体验营呢，是针对国小不分年龄。那么前面的这2个活动呢，都是2天的，但是不过夜，好，所以家长可以放心。那最后一个体验营呢，因为国小可能有1年级的来，所以我们就是半天让他去体验这个水岸。我们都是希望从小就教育他们环境保护、爱水、爱环境的一个精神。不过中心就会报名，嘿吗？对，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。那每个梯队的人次都不等，那大家可以欢迎上环境教育中心的官网，它是 peec.twd.gov.tw 啊。其实大家就会扫描吼，就做得来打一下关键字，其实就做得清得到就错的。做对。不过像种个养水吼，迄当年就会记盘嘿吗？不用料不用厝架，较重的假期就会来盘嘿吗？这个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特别推出的。那我们平常呢，其实每个礼拜都会办这个亲子 DIY 的活动。我们的活动呢，收取的费用非常简单，非常便宜。那么家长跟小朋友一起来利用我们会提供那个材料，然后呢去制作各种各样的环保的一些器具，那非常值得亲子同乐。嘿，因为种相片吼，地度吼，就做得看到有动到的小朋友啊吼，有充满知识性啦、教育啊吼、搞大家吼，用来做环保啊，用来节水、来节约用水安尼。其实大家吼，其实小朋友吼，学到的东西高晓，从衣服卡地度，其实做对教爸爸妈妈吼，对用水的方面，其实有动态的帮助。没有错，那我们从去年开始，我们就推出一个叫做暑期节水学习单，然后呢，请他们回去呢，然后请家长教他怎么样去登记用水的度数。可能有原因哈，可能有懂得的爸爸妈妈就不会用。你的水表的都哪一天哈？那他回去抄水表，抄录这个度数，看看一个月这样子，一起这样子有没有节省？这样子，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们国小3年级的学童给他推动这个活动，就有分某样年龄层就抽给。对，没错。哇，刚好有小个按度吼，就会吃落水延期吼，作为动到会发通啊，还有养吹哦。其实咧，庆祝要落小个本太解，就係1拜后有乜个报名嘅邮费咯，还有用嘅做得拿到门票后，等下中报本太解啲要下先嚟，可以哈。